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人咧讲，家己管教好，就唔惊别人来苛刻。意思就是讲，家己做好，就唔惊别人来倚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条读做考第二条考试的考。考就是接受测验，咱讲是考试；那接受试验，咱讲是考验；也个负责监考的官员，咱讲是考官。测验的考试纸，有人讲考试卷，有人讲是考卷。啊，若考核视察，咱讲考察；斟酌来思考，咱讲是考虑；提供意见，互人了解考虑，咱讲参考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科考，这有研究的意思，就讲同学咧科考，这个所在是为倒位开始起底，卖当讲是纠结。另外，科考嘛有计较的意思，会当讲是轻究。像讲过去的代志，莫搁去科考。第二个词读做考验，意思就是考察试验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往事放水流，心情就消透。过去的代志就互伊过去，莫搁去科考。不离个话搁讲倒转来，要做会到，嘛是考验到每一个人的修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考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